镜周刊报道，农历年假期才开始，演艺圈俨然都在忙着发道歉声明。之前被本刊直击，艺人孙奇君2度出入女星郭雪芙家中。尽管郭雪芙经纪人否认2人有交往，表示计划在2月会与其他友人一起前往美国找孙奇君游玩，但当事人孙奇君始终没有发声。之后又被本刊目击与女友 K 小姐谈判，现在发表道歉声明，向所有被伤害到的人道歉。对于被目击到2度前往郭雪芙家中，郭雪芙经纪人解释，是因为孙奇君家在美国，当郭雪芙、袁爱妃等一票好友打算在农历年间前往美国游玩，所以才会一起讨论行程。孙奇君的声明也同样强调碰面只是为了讨论旅行的行程，撇清交往关系。至于有关于前任女友 K 小姐，他则表示我对她很抱歉，让她伤心难过，是我做得不够好。在孙奇君的声明中，也提到造成其他朋友的不便和困扰，我也感到抱歉。对被我伤害到的人，在这里诚心跟大家道歉。这件事让我反省到很多，我应该好好充实自己，更专心在工作上，不让大家失望。延伸阅读。